好，阿啾，我吗？靠你了。我讲完了。他没了。这什么作弊吗？这作弊吗？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夯艺版上收的节目喽。那今天一样要进入的是我们的独家暗自 C。那今天是谁来暗自 C 呢？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从啾啾妹开始。大家好，我係楚楚妹。大家好，我係來自馬來西亞嘅 CCY。大家好，我係從香港來嘅迪達。大家好，我是尹真豆漿，尹真豆漿。大家好，我係阿啾。好，欢迎大家来今天挑战我们的独家暗自 C。那待会呢，担任给提示的人写下字之后，要用客语来讲。如果不会的话，可以呼叫我们的启榜颖老师。启榜颖，没错。好，那今天担任猜题者的就是坐在中间的迪达。你讲嘅迪達。遊戲規則，這係一隻合作嘅遊戲，是個提示人寫下答案嘅提示，係講用漢語念出來。成語提示當中係講要重複嘅事就被造成小錯。香港人有200機會，係講頭一擺討唔錯，第二擺就得使用 QQ。大家強合作，團出答案，是做得辦事業務了。好，那迪達你可以先戴上耳機以及我們的眼罩。好寫啊！好，確定 OK。好，那我們要公布今天的題目嘍。今天的題目是龅牙。什麼啦？這個太難了吧！作答。陷入沉思。然後就開始寫人名，開始人身攻擊。開始人身攻擊。你死定了！我死定了！我死好，定！我們時間到。好，那我們要3、2、1，請翻滿嘍。3、2、1。好。牙吧？完了，我直接没有哎，直接没有，我直接空掉哎。擦掉。我稍微寫得比較有禮貌一點的吧，稍微盡可能的。Oh no！ 盡可能的在。你寫什麼？要矯正。不錯啊，其實撞到的話需要馬上擦掉就沒了。對。那我要擦掉。好，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客家話怎麼說了嗎？對。我知道了。好，那我們呼叫迪達可以回來啦。迪達 OK。大家都準備好暗自 C 了。真的，除非你會算塔羅，不然真的，你真的要通靈了。要從啾啾妹這邊開始。聽好，微矯緊，微矯緊，微矯緊，對吧？哇，這個簡單咧，微矯緊咧。CCY。下午後看。下午後看。好唔好看？下午後看。好，我的是改體些。這個你不講好了，講了就完蛋了，講得更難。好，阿啾。我嗎？靠你了。我講完了。他沒了。這什麼作弊嗎？這作弊嗎？就代表剛剛一定有人撞詞了。撞詞了就要擦掉。沒錯，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，迪達你有沒有答案？沒有。有吧？有啦。可以。它是一你看着我的眼睛。個它是一個狀態。好，沒關係，那我們第一輪沒有答案嘛，對不對？沒有。好，那我們直接進入第2輪。第2輪的話，你想要選擇一個人翻版給你看，還是大家把字補齊，再用客家話念給你聽？把字補齊。不要啦，我沒東西補。我們都補了。好，那請大家把字補齊。那我們從阿啾這邊來念給你聽。土鵝，土鵝，土鵝改體些。下午後看。微矯緊啊！微矯緊。有答案了嗎？有。真的假的？那我們迪達的最終的答案是挑3挑4。答錯啦！答案是龅牙。為什麼是挑3挑4？對啊，人家朋友說什麼不好看什麼之類的，是不是？哦。所以你有猜到阿啾他寫什麼嗎？你再講一次。土鵝。肚子餓。兔子餓嗎 ？OK， 那 CCY 是比較下午後看啊。好看。好看。 OK， 那啾啾妹的最後我是
喂，鬼精，照胃镜，要照胃镜。矫情啊，喂矫情，喂矫情。睇呢區就點熟熟，上愛講威斯碌碌，天出愛看黑衣扮生熟啊，黑衣扮生熟。哎呦，實在很喇叭喲！原來咧下個後生人啊，留個肚兒疼做係肚子餓吧，還未聯想㗎。唔過啊，方向唔錯咧。大家好，我係春餐哥。一講到肚啊，你除了想到佢個對蒼蒼嘅耳孔以外啊，最容易聯想到嘅係佢個對門牙咧。唔會差，見尾愛講嘅係牙齒啦。個牙齒吼有千多種嘅外顯流功能，係講住緊啲磨牙齒啊，佢唔單唱唱唔得，還講話吼，喂流風啊，牙齒。個係講住緊啲嚟牙齒生到落土嘅門牙強壯啊，個啲行義是按到爆牙啦，個爆牙係名詞嘅講法，你係講上係用形容詞來講啊，你是做嚟講係牙爆爆。冇事係牙沙沙，所以講呢牙齒啊，生到外國汽車摩車啦，做過牙絨啦，嗰是按到牙沙沙啦，爆牙，牙爆爆，牙沙沙。該講到爆牙，我是想到我下成日都寫書啲啦，未多少牙爆爆。個機設家遲到，唔好看當這啊，還是想嚟添加牙科先生啊，留嚟矯正啦。一下醫學當法thuật咧，佢不講要戴牙套，也係要手術啦，做錢做得咧。嗰時講嗬，嗰個矯正牙齒嗬，當花錢啦。喺個該矯正牙齒啊，唔係三一兩下辦事做得嘅事咧，啲啦，哦，算咧，該啊。半機是半機啦，反正牙齒吼，矯正到有車，成日都歡喜就好啦，半醫啦啊！你走，你鬧我，矯正，嗰係講嗰多少爆牙唔會影響到擘計吼，我講因是遲到唔是花嗰係錢啦，嗰比起爆牙吼，我遲到吼，我很好講嘅係嗰磨牙磨對。該到磨牙齒啊，食東西是食唔得咧。該是做嚟看嚟平時形容牙食痛，哎呦，吹過長得驚我，隨時會來領啲啊，哎呦，好唔好看？喂矯正啊，喂矯正，是婆媳關係的一些東西，對不對？不是嗎？感覺是一個負面的東西哦。